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为什么今天不到？赶美歌，那是安尼，我无去啊。那是要变哪里呢？怪怪。好，一寡个还需要处理一下。敢若变有淡薄，敢若变有淡薄仔状况，够用。好啦，干若安尼，就甲开始啦吼。这个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咱来读这个1980，这个小说我感觉真精彩。当然有一寡咱无法度随知的代志，总是拢参考啦。因为1980是George Orwell 伫咧1949年出版的一个小说啊。小说内底伫咧讲1984年这个年个今年的一寡代志，所以有不哩啊侪消息是咱后壁人会使来参考看卖啊。虽然讲1984这个年个已经过，啊，毋过我来讲嘛，过去也未过去安尼。我来伫这个 Clubhouse 这个提供一寡连结，啊那伫 YouTube。可能你要找到一寡相关的资讯，应该袂讲太困难啦。因为安怎讲，网络顶悬资料即摆哪人侪啊，只要你会晓放一个关键字，大概就拢会使找到相关的资源啊。哩一寡学台语的方法啦，像啥物专业的知识啊，遮个。我是一困头搭咧迄个迄什么兴趣啊，什么鬼？只是我无确定伫 YouTube 顶悬伊有安怎通敲出来无安尼，敢若有淡薄仔够用的看法。所以现主是我是咧试两个所在，所以可能会有小可放在顶档。总是画面顶悬，若看会到画面的是咧分享1980这个小说的英文版，因为这本小说目前敢若有大部分版的敢若有纸面的，伊无电子版。虽然讲即摆的出版品有诶也拍算用电子册，毋过可能甲即个出版社或者是作者有一寡偏差吧，我咧想可能是。所以可能就罔参考吧。我看卖个有啥物分享。所以你若有看到，大概关键字去迄个啥 ，Google 应该会使找到啦。好，我就讲，图涵内拄好，时间内拄好，大概时间暗40点，做伙来遮读寡册。我若9点进前咧，9点进前随我意。我就来读这个纳孙书的第3本小说《开花结子》。我讲这个开花结子袂输是真正卖假到普拉斯西夫人的客兄。这个西夫人的客兄这本小说是 D.H. Lawrence 的作品。
正式读即个1984了，后壁可能留几分钟啊，甲即届就读一首安尼，诚做压尾曲安尼。所以今仔日因为我咧处理的时阵，可能有小可过样，也是小可叮当，所以时间上有淡薄啊，无啥上款，所以变成着较侪时间通我来读，我要读的，随我意。我看卖有啥物要分享。我看卖啊，网络顶悬，敢若敢若有迄个啥，迄个画面停留在一个1984的英文小说，好，安尼我就继续来读即个《开花结子》，好，那纯粹的开花结子，所以大家朋友讲听啦，我是毋知影听有无，可能听无干嘛。好，迄天到这小说到尾我读煞呢，继续读。伊就咧讲着因，感觉咧讲一口罩，就讲东讲西安尼。明珠嘛参落去讲啦，因即阵交嫁互老翁的阿姨啊，连亲生老母王查某，嘛是即落无药可治的死人性。方雄甲豆讲，因遮的姊妹啊，见若甲人讲话，逐句拢酸来酸去，嫌肝嫌见，袂输家己是即个世间上介强、上介水，水甲连下身迄躯残，嘛上红搁咬摇的烂残。明珠搁煞话讲，若查甫的生做较缘投的，拢大骹假细地，搁咬屎踹，规世人人甲抱甲好喙，顾家己一身好过尔，决定袂替人想，嘛袂求人，嘛毋让人。真正有领，真正了然甲有寸，也有因甲顶死下死，拢袂斗阵。较假嘛做啥物头路，招母袂久长，真紧就车倒档，转去食家己，拢是家己做得来，有啥通怨叹咧？即顿饭甲眼甲规家伙仔大大细细，侥幸失德的欠点，总拖出哪口哪舌，经体甲一刀见肉，血水插插地，互人方向甲出张的公司办煞，就随赶转去代理的厝里，坐伫碰椅，面头前地基顶放一包香喜的粉甲六角粉吹，当等因明主下班。过差不多半点钟，有听到门骹口有规罐的锁匙海叮当，搁听到有人讲真奇呢，门寒的尔无锁，是明主的声。入来客厅，方向结一个西面，开天门就问明主。有人讲你袂嫁我进前，捌摕过囡仔，有无？雄雄听到方向问即款亲像山崩地裂、透漏青光影的代志，明主知影即声无才调，搁暗藏啊，嘛毋是遐简单，正死正换就会煞去。若敢有人逼空，规气就顺话尾，招认即项见笑代，心肝胆煞话讲，这是毋济。安尼，你有食人摕过囡仔咯？方向捡一支香喜的，倒入去六角薰吹，刷手结番仔火，引薰互倒，
出力输一喙，甲白烟捂出来，才阁讲。我会安尼问，因由是你3分动着，就讲你是在世嘅身躯计我。久来，我嘛信甲袂是真诶。原本就留啊肉饼面诶面子，即时七窍青烟，面色青顺顺讲：你听啥人讲诶？安尼就是有即落代志。讲煞，即时正骹举悬，甲地基撞开，伸长手扫位明主诶喙皮，啪一声，甲灌落去。另外迄只手诶拳头母，阁为伊诶胸坎真骨啊下。明主即时温坐落去涂骹，哪爱疼哪哭惨。你爱传甲我离言，方雄连软心嘛无，随变面阁讲，若无我会逐礼拜转来，甲你电甲金死死。讲煞，甲大门向我去，拢无阁洗翻头，随转去部队。明主互方雄真甲乌青硬火，愈想愈毋愿，无看才暗顿。刷骹用撞的，拼去台中五权西路找地主。地主目睭瞪大蕊，先开喙问：是谁迄侥幸，甲你拍甲安尼？毋是伊也有鬼，伊毋是甲你笑命命，迄是伊早。明主目眶泛红，讲：方雄昨对金鸡啊遐转来，就亲像占着药啊的小狗安尼，起骹动手，甲我争甲半小时。敢有起啥物因短hiệu？明主无随回话，想一困仔久，才豆豆仔讲：10多年前，你带我去妇产科摕囡仔的代志，是毋是你闹互方雄知的？我足无咧好饱伤因果。明主面色变，随煞话讲，搁再讲，你嘛会使正无啊？想是安尼在想，总是伊讲甲有脚有只，我煞强要变A狗。地主心肝痛，家己伫暗想：你一颗明主，敢毋是真长手？你也有今仔日的性命，真正是牙白家己讲下头啊！然后明主想到电车结样的规格，就假做菜头毋知长，一声毋知，百声无代。虽则袂讲，想莫溪考一颗精生啊！方雄啊，要变啥梦？腹肚先食饱，才有气力通甲伊请病。好啦，就先食饱，刷骹坐去你椅头啊，哪底饭哪阁讲。毋过即件代志也有一个病尾，真歹理乱呢。你讲看觅？方雄上下尾有惊声，讲我若毋甲伊离言，伊逐礼拜要转来甲我真共拍，安尼我就惨啊！你敢有暗算要甲伊离言？方雄拢无讲到厝甲钱要安怎分，太有才调甲伊离咧。你若会牵你一争，就莽拖，戏边骹徛久人个啊！过2工了后的中昼，我即个大家的朋友，我是咧读即个那春水的第3本小说啦，《开花结子》，咱参考。我来讲即本小说，袂输是亲情卖计较 plus 师傅人的客兄啦，内底有足侪迄种不离啊咸、不离啊咸、不离啊涩，还是寡情节。过2工了后的中昼，明主走去金鸡仔遐，都还未烧叫喙，就插关刀直破问金鸡讲：方雄有甲我斗讲，阮阿母伫台中有甲另外一个查甫人伫斗，有无？应该袂安尼。金鸡仔闪一阵仔才回话：这你爱家己甲问。跳工，英主为台中转来，先走去菜市仔替金鸡买菜，免讲嘛知影金鸡决定会先甲昨明主的谣言闹互英主知。菜、肉、甲米交互金鸡仔了后，就随我转来厝里，真正开门
就袂讲着话。明珠虽用问金鸡仔的话句，共款搁一摆问老母英子。随往做老母的英子是一个讲白贼面会水红起来的查某人。毋过即摆英子简单念舅舅，拢无回话。迄天，明珠看到的是老母无食人，嘛无硬性，伊是巧巧的人，一声就知影内情是啥。概念是家己的老母，就无搁追落去。这总是安怎讲？有当阵啊一寡迄个故事是啥？是袂讲介安怎讲清楚还是啥？点破莫讲破，即种要读完了未？好啦，敢若还未其他人来，我就甲读即种即个四十种速率倒摆读个完。即个台中姓田的查甫人的代志，讲起来话头长。根据镜头小解60岁李阿全互英子，是了讲李阿全有伫因兜换枪头，还会斗阵。较会知影一当前伊59岁，牵手过身迄当，是细啊就有甲老爸名品讲若身家财产总过互逝世。因着赞成老爸，搁去斗一个，就是即个缘故。李阿全甲英子斗着无一个日，无手头、无财产的旧骹随扫出来。讲一句较歹听的话，脱裤咱车粪斗，尻川几支毛看现现咧。为着要安搭英子，今伊仔阁小解一个台中姓田的生理人，互英子家己去斟酌倒一个靠肉空台。为着袂使互双骹大相存的代志献光，见摆拢是金鸡仔来甲英子头念手讲，你会使去台中啊。歹运的是，英子即款两头牙双平爽的好康代志，痛都无一当，煞互方向亲目睭闪着。一空一徛，总拼互明珠知影。虽望明珠无搁追落去，英子嘛有想讲爱甲姓田的长咧。明珠伫台南搁住半冬内底，英子就毋捌搁搬即出傲气啊。总是后过心受，搁得来去，就无人知影。伊即些若纯粹即个小说四十种是拄啊到遮一个段落，所以对遮。准备要来进前，我想敢若是安尼，就甲读到一个迄个啥段落安尼。好，等来读咱的1984，因1984，我就讲即个1984算讲分做3部分嘛，用罗马字数字写123，然后第2部分算不了大，嘛不了重要主要的，尤其即个二支九伫239页进前。差不多几十页吧，对231条，要无222开始就是，等于是迄一本册的部分的内容，所以进前拢讲甲迄不了硬到安尼，所以我就继续来读落去。我可能甲239页读完，才互准备读234页。若是讲有要啥物分享是啥，就罔参考安尼。大家朋友，恁就罔聽啦吼。有幾個朋友我無真確定。是啥物狀況所以真歹勢，無人脈我就無甲你或者啥一直逼脱去，敢若是安尼。好，因為我有伫咧迄個算啥 YouTube 開一個算直播吧。當然迄個直播是家己囥英文版的畫面啦。好，我就來讀落去。伊就一直咧讀冊嘛，所以即擺才是。有迄個真正的故事的內容呢。Winston Hill 一個，毋知啥物所在有一粒火箭彈爆炸，哪咧單位？伊過一個踮無千里無的房間內底讀警冊的幸福感，也未提起。孤清甲安全是肉體的感覺，閣有伊身軀忝、椅仔軟，甲風死尾窗仔鎖入來，輕輕仔掰伊喙皮。拢透人做伙，
这本册足吸引伊，讲甲准是确认伊的信念。上面册甲伊讲的拢无神奇，毋过这就是甲伊吸引的部分原因。册所写就是伊想要讲的，只是伊无能力通甲伊散夜夜的想法整理好势，产出这本册的心灵和伊家己的足像，毋过加足有力量、有系统，无咧惊。上好的册，伊咧想，就是迄款甲你讲你已经知影的代志的册。伊先倒转去第一章，开始读，随听到Julia 大楼梯起来，就换起来去甲迎接。Julia 甲伊的土色家私底下等伫涂骹，拍对 Winston 的手揽里。因顶届3季到即马已经过1礼拜啊。我摕到迄本册啊，两个偷懒的时 ，Winston 讲，好，我先读到遮，就是说咧讲，对小说的222啊开始嘛，222啊中迄大遐就是啥物寡头制集体主义的理论甲实行，即种册的名范式应该过去啊，我无确定是毋是真有一本册啦，毋过。迄就是咧讲啥物马克思，还是社会主义，还是啥啦啥，吼啊，足侪其实有类似论文，还是啥物册、思想册吼，摩米主义的理论甲实行嘛，啊，即种册应该会使找着袂少安尼啦。当然，我就讲，即部小说是1949年出版嘛，迄个时阵可能，人类的社会呾拄着。可能社会主义、资本主义遮的车拼是啥？啊 ，Winston 毋是 Winston，George Orwell 可能有设想到，还是想着讲啥物状况，然后就甲伊过去遐个生活经验，用小说的方式来呈现啊。啊，然后就222啊开始拢是即本册，一直到239页顶悬啊哩。所以我是毋知读偌久啦，总是迄个Winston 讲，读起了再笑一下呢。好，来，正定叫你嘛来啊！毋知有啥物想法看法？3年，因为我拄则咧设迄个 event 的时间啊，若是啥物状况，我就全只要搁另外开一个吧，所以才会全拢啥，爱一个扭起来呢。好，安尼是毋是顺着你刷落去读第240页，啊，玉玲遮即个3年安尼。然后卡过传来是歌的歌声，都听讲不过就安咯。Winston 头一摆来，看到迄个红树果与粗勇查某人为事，行来的固定实力。原来是历史，办啥物时阵无对，洗衫桶甲锁仔之间行来行去，遐边三叶仔加咧，遐边困出手用，满天的歌声，水啊已经
摊东，起这是摊起，摊起好势，困摊起迄个角，可能就是中文讲啥侧躺晓。有也用摊起多好势，敢若要困，敢若要困去啊。你是顺手对涂骹摕起本册，有眠床顶坐定，咱应该爱读。讲，你嘛爱读，所有的兄弟、有的成员拢爱读，你读。主理啊，目睭客客讲，你大声念，安尼上好。你若读，一当若解说我听，是真会占字，是真会占字人，就是18点，抑个抑个有3-4点钟，每顿甲册配伫骹头附近开始念。好，感谢。因为我就讲，因咧读这本册嘛，啊，其实就是222页开始，就是伊有小可，就222页一到239页，即大家都是一本册内容。啊，伊是本正是阮自己家己咧看。即马主理来了，就讲，主理讲，啊，无你来咧电无我听啦。啊，即马就开始，要开始读啦吼。啊，其实大家，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台下的朋友，我毋知恁有手头一本册无？因为即个小说你讲有好读无？我毋知，我无看过中文版的。啊，英文版的是因为拄啊，翻译家军先生伊咧处理的时阵，算讲嘛服务读者啊提供伊处理过的迄个英文版。因为1984即个英文版的小说已经诚做公共财啊，所以你网络顶悬应该袂讲太困难的找着。啊，就前咧先生咧处理的时阵，伊就甲伊处理个算讲啥？伊咧甲伊处理到较书面语啦。虽讲讲，有一部分的人嘛接受讲语言的发展应该是言文一致，也毋过即个言文一致，恐惊嘛毋是所有的人拢热欢迎，还是忙伫咧拍拼，可能也无啦。因为搁比讲现主席的中文。因的中文华语自20世纪1920年代开始发展白话化，吼，迄个乌色对无？中国乌色伫咧提倡白话文运动的时阵，一直到呾你讲因敢真正言文一致啊？恐惊嘛是无嘛。啊，台语的部分，若准讲要甲台南府城教育部开始算起，到呾106年，差不多156年嘛。我袂记只，详细时间点。1885年是府城教育部，毋过佮进前着嘛是有一寡刊物还是字书典伫处理啊嘛，所以直到呾2026年，你讲105，掠一个较迄个啥精数的数字，105年应该是走袂去。啊，台语到目前为止，我个人伫读遮个文本，除了1984即个小说真正不了眼到，吼，其他大部分我咧读就是较。相对较艰苦，啊嘛相对有较迄个做言文一致的方向伫咧处理。啊，毋过一本1984的头一本台文小说，无伊就是甲伊处理较少书面语安尼。啊，所以尤其周云群先生这本小说就是无伫咧行其他的台文册的路线，就是有诶有教声音档，有诶有教电子册。有诶，甚至佫会拄改，较像影目前啊，除了1984即个台湾小说以外，可能无甲一本册、一本台湾文本无咧拄改，逐本拢有。甚至我著讲，那春水伊咧写即个第3本小说《开花结子》，伊上后壁嘛差不多一两摆拄改，我袂记起来，所以嘛是。100几个拄改，160几，所以变成讲台文册拢有一寡拄改。
王朝花其实嘛有提起过啦。为什么咱的台湾菜需要这么侪度假？迄是咱的悲哀，也毋过嘛是有人去做嘛。所以周云成先生第这个部分就拍算要诚做头一个无度假，而且嘛无啥动。所以对，莫讲大家的朋友，恁咧听的时阵，咱是毋是有啥物状况？阮大家顶的朋友咧听的是咧读的时嘛，是有一寡安怎讲？沙无面仔读吼，240页即大家上尾迄段，伊伫咧讲，伊的英文是安尼啦 ，the clock， 迄个时钟嘛 ，the clock hands H-A-N-D-S， 哦，伊的英文字是用 H-A-N-D-S， 也毋过对咱来讲是用针嘛，对无？中文华语讲长针短针嘛，啊当然我无确定台语是对安尼讲还是安怎。伊的英文即句话讲 ，the clock's hands said S-A-I-D 6， 啊，所以即字因为上尾即段即字伊有3-4个读音吧，是毋是？记载、砖头啊，啊个啥？指示，啊个啥？记载、砖头啊，指示，至少3个嘛。我去搞到第4个，我袂记。所以你即条针到底要读指还是要读记？我毋知影，我无答案，因为这真正可能甲每一个人迄个语感有真差呢，所以提出这个点，互各位朋友帮参考啊。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。那准讲有安尼是毋是？迄个啥？玉林接转落去读240页，啊，连咪我毋知迄个啥 Erica， 你敢有一本册？我无确定。啊，怀着就安心自在啦。若有拍算要对咧读，真欢迎。啊，若无罔听。哦，所以连咪玉林读完了，看是 Erica 还是Sunny读安尼。我想要回应一下，伊头拄仔讲迄个时钟啊，吼 ，the clock hands say 6， 迄个点。反应对。我感觉，时钟的针是恁若讲记载，阮咱来讲记录，对无？应该还是若要讲记事、记录，安尼是毋是？若照安尼来讲，是用记的较专点，有即种的想法无？我个人是会感觉记较我近，我想要表达的，因为伊即句话伊就讲嘛，伊的英文讲 the clock's hand said 6。meaning 18， 吼，啊，伊台湾家翻译做时钟的针，吼，讲出一个人嘛，我像台湾叫伊英文讲嘛 ，S-A-I-D 嘛，6就是18点，啊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我会讲迄个针是记对嘛，对无？记迄个针记1、记2、记3，啊，当然记即个音，敢是属于文白音，我无确定。歹势，即个我无去查过，讲伊有啥物可能的腔还是啥？啊，你若人要家读到字，我毋敢讲伊毋对，因为英文是讲 said 嘛，若讲字照字安尼来对，对无？迄个钟的针 said 6， 对无？是安尼嘛？啊，所以变做台文的时阵，因为那各位朋友的华文应该原来嘛袂歹啦，吼。虽然讲我认定迄是咱的外国话，但毋过咱学过了，即句的英语要翻做中文的时阵，可能来讲啊，什么时钟的针指向6嘛，伊是用伊敢若唯一一个音念嘛，指向6嘛，对无？指向6啊，啊，所以对台语来讲，你讲要用记，啊，要是用记。你若徛咧中文来看，我感觉，准讲你也讲台语，啊，你中文你嘛看有，啊，你搁读着中文是指6，对无？指向6，安尼我的理解，我的猜想就是，你可能就袂去要伊讲要读记嘛会使，要读字嘛会使啊。我猜想是安尼，啊，毋过我个人感觉记会较晚近，我想要表达的迄个意思安尼，罔参考。这算不了幼劳啦，各位朋友往参考。
毋过伊若讲伊说，伊就用说。用说的对啊 ，SAID 啊，嘿啊。伊用讲，你嘛用讲是其他指示者。对啊对啊对啊，所以我就讲，是啊，指示甲6个指示。是啊。即嘛是6点哦，对啊。指示哦。嘿啊嘿啊。安尼讲，其实嘛敢若讲会过。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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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我就讲，这就是汉字，互咱的迄种，叫做啥，相丁性，吼，敢会使安尼讲？因为差不多每一个汉字拢，可能7、8成以上的字吧，7、8成以上的汉字拢差不多毋是文背音、文白音，或者是共时间有腔口差，啊，所以可能就，还是讲2、3种音，尤其即个记字也是记字，敢若至少3、4个音嘛，啊，当然，直接绝对无可能读做记载迄个载的音啦，你甲载啦，载你是国汉字啦，载啦是要创啥？一定是记甲字即2个音较晏嘛。啊，只是要选倒一个，要念倒一个。这大概我咧想，我咧用吼，可能除了周英勤先生会使互咱一个相对标准的答案以外，无人有法度有啊。因为我著讲嘛，伊咧处理每一个作者，伊咧处理的时阵，头壳内底一定有一个声音的啦，绝对有声音的啦。伊无可能伫翻译即句的时阵，竟然迄个瞬间，伊2种声音拢走出来，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啊。时针的针。记录记录，伊无可能无可能一句话竟然跳2个声，迄是间吼，伊头届处理一届就过啊嘛。我著讲嘛，即个英文台文翻译看超过10届以上也无得确，因为可能爱去校对、校正、啥一大堆有诶无诶，啊尾也翻译伊会专讲，就安尼。互你接续落去读。好，第1章，目的就是力量。自记录的时代以来，甚至发现世间的人就分作3类：顶层、中层、甲下层。逐类拢会当用侪方式，甲分搁较幼。拢有算袂清的各种名称，因相对的数量，也是因对彼此的态度，伫逐时代拢无共，毋过毋捌变。就准经历重大的动乱，也是看哪袂，也是看哪袂倒转的变化。会随个配合，就可比甘露仪，无论对倒一个方向，甲散偌偏，拢会配合到平衡状态。就你啊，你困去啊，是咪？我有在听啊，我读啊，就精彩。阮是通煞咧读，这三个群体的目标。是完全超袂下。顶层想要维持因的地位，中层想要取代顶层，啊若下层再来，因就拢互粗重无聊的工课，用甲忝。罕得意识到当日生活以外的代志，若是有时阁想会到目标，迄就是要甲一切的区别。浪费上，建立一个正人平等的社会。就安尼透过历史，形体的相像的斗争一再发生。顶层看办事长期乐观稳在，毋过早晚有一日，因会失去自信，因是失去有效治理的能力。甚至2项总失去，因着互中层引导，中层甲下层招来同齐，边仔是伫为自由和正义战斗。有飘一个特权，中层就甲下层杀转去因原底的路在地位，家己称做顶层，凭据
为顶层甲下层的其中一个也是两个，就有一部分拆出来，形成一个新的中层。斗阵搁来一摆，这三个群体之中，咱下层毋是自然毋捌达成目标，连一时仔都毋来。若讲有史以来物质方面拢无进步，是有较超过，就准伫现今这个衰歹的时，普通人的物质生活嘛较好过几个世纪以前。不过，不管是财富增加、礼数改善，也是啥物款改革甲革命，拢毋捌历史认为较平等一公里。为下层的视点来看，每一摆的历史变化，意义有加真大过因主人名号会来改变。上尾一句怪怪的，意义有加真大过因主人名号会来改变。A 呢？ A。你加一字啊？对啊。意义有加真大过因主人名号会。因主人名号会改变，改换啦，伊是写改换啦。会改换，毋过我是讲，即个会安尼伫遐，我感觉。伊家当做名词就对啊，对无？可能因为我的迄个。真大过因主人的名，因主人名号。会改换，伊甲改换当做名词用啊，对吧？伊用是会啊。因为我要找我英文版，我英文版即马顿地，拄则伤久，无迄就甲我困去啊，是安怎？甲我困去。叫真群，好，以上大家。好，感谢。安尼，毋知咱第一顶，伊这就是伊咧读册嘛，所以等于是伊册内容嘛。当然，咱正回头来看，就是讲。咱爱知迄个时阵到底是啥物情形所以，敢若是1949出版的，伊的知识袂偌进步。我讲的袂偌进步，就是伊准讲伫世上1984年，大概也无都真正都用药的尔啦，刚好都用药的尔啦。所以伫这个情形之下，就变成讲准。讲这本册，各位朋友，你有这本册注意的理论甲实行，含这个册名相倚，无一定一模一样啦，或者是真正就我毋知影。哎呦，歹势我袂去查过。就讲伊咧讲这个内容，你去甲看，有可能就是咱进来甲看，就是会有一寡是旧去啊啦。就讲即摆来看。无啊，即摆社会毋是安尼生啊，莫讲即摆社，1984迄个时阵可能嘛毋是安尼生啊。毋过伫这小说内底，伊就讲哦，可能是安怎。当然啦，迄是一种理论嘛，所以就甲应该是甲人性讲到一个程度，一个坎站安尼啦。所以进号做啥？240页开始就佫开始读册啊，所以就是甲迄个册内容，等于是。239页进就是 Winston 家己咧读，进是含，进是 Winston 读出声音，互大家听。当然头主要听意思嘛是，互咱这读者知影讲哦，迄个时阵，Emmanuel Goldstein 伊写这本册，伊是要建立因迄个党的内部共识。我就讲组织单位，甚至咱过去所受的教育内底嘛有讲到啥物？差不多每一个家庭，或者是较大的生家庭，因咧处理可能拢有啥物家训、家规，还是啥物规矩，啥有诶无诶嘛。当然，即种即马讲起来，敢若真好听诶规矩啥，即个敢真正有遐尼重要？我毋知，歹势，我毋是大家族啊，讲有即种物件其他诶朋友，我无确定恁处理。是毋是有即种安怎讲，会使提出来
哈叮当的，我无确定。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哦，艾丽卡哟，是毋艾丽卡？我无确定。我话你有册无？台文册吼，我来讲，毋免真熬才开始，爱心开始才会变熬。虽然讲这段不哩啊大段，阿娘话伊啊，242啊，即大只，伊拄则玉玲读到242啊顶悬遐，我就讲上尾一句我怎样看到伊个英文，伊是讲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law， 吼，下层嘛，伊就讲为下层的视点来看，吼 ，no historical change has ever meant much more than a change in the name of their master。就是讲，无甲一摆历史的改变换啦，意义有加真大过因主人名号的改换用变化，无一摆的历史变化。吼后壁上。无册啊，我无册。无册晓，安尼你就罔听罔听。你毋是有 PDF 的档案？我讲互你一摆吼。好，安尼罔听罔听。不是啊，我即马看迄档案，我感觉都有法度讲话。你部电脑吼，应该普通是电脑看，安尼较利便啦。啊，无你爱做实的，因为你这可能。这个软体你嘛无熟。爱切来切去，爱换来换去，安尼会有即个。我即摆读第几啊？阮读到242。但是我会敢若到251尔咧。啊，正是242。啊，会使啦，会使啦。242。正是242。嘿。啊，第几段啊？中段到19世纪晚期。到19世纪晚期，即款中户的模式已经有真侪观察者看透透啊。有一寡新兴的合派的思想家，将历史看到什么细箍啊？看做细箍啊，看做细箍啊。看做细箍啊，主张讲不平等是人类生活袂便利法则。这个教条免讲，不管是倒有信众，不过表现的方式，即马已经有大改变。因过社会爱照该站的，这个教条主要是来自顶层，拢是国王、贵族，也阁有甲因寄生的技术、甲法学家。顶顶的人来虚构一个新后较好的世界，互人较好接受。若中层因咧争夺权力的时，利用的拢是自由、正义、友爱者的思类，思类。到这个时期就无共啊！人类兄弟情的概念受到新的攻击。出手的这群人也未占到法令地位，只是咧只是咧紧占到以早中层追求平等革命，甲暴政演到了后，甲暴政演到了后，随建立新的暴政，迄是暴政，即是个新中层是事先就注定暴政啊。社会主义伫19世纪初期出现，是自古代奴隶，自古代奴隶召唤以来的一条思想，自古代奴隶造换以来的一条思想链最新的一节，还是一节？大部分拢是读一节较济啦。一节当初也正调伫个历代的空想国思想，毋过自1900年
门牌要安怎念？有人读文派，有人读门派，拢有。文派拢愈来愈公然放弃建立自由甲平等的目标。这个世纪出现的新运动，包括海洋国的英社主义、欧亚国、欧洲亚嘿欧亚国的波罗斯维主义，甲东亚国所谓的拜死，什么是拜死？拜死人啊！拜死，拢是有意识要造成永远的无自由甲无平等。当然，这个新运动是为旧的洗出来，嘛倾向维持旧名号，表面保守，就是俄勒的意思，保守。表面保守旧的意识形态，实际上，这个新运动目的拢是要伫某一个时刻，甲进步暂停，甲历史冷冻。实物的真黑啊，真黑啊，应该是迄种的吧，迄个钟摆吧。实物的定黑啊，爱一摆就停，搁再来共款，顶站的国号，中站的阿狗，end，那是 end。中站加速顶站，过一摆照计划，新的顶站就会万世保持因的地位啊。新的教条起行。你要甲吹落去哦，后壁嘛搁足大，这段已经足长个一页啊，嘛读得真好啊，加读过来足顺的好，真好。迄个最后一句吼，我毋知各位朋友细汉是捌听到过无啦，就讲从强迫爱讲中国话嘛吼，下课的时阵，尤其小学生啊，下课的时阵就含同学算讲拍招呼嘛，就讲。同学再见，老师再见，同学再见。明仔载就来小宴，安尼。我毋知各位朋友，你若小孩时阵搞即种，我记我足细汉的时都是要用，就敢若咧练，练喙配，还是练迄个背句就对啊。老师再见，同学再见，明仔载就来小宴，安尼吼。当然，迄个宴甲宴就是有一个。算安怎讲音变吧，真个会甲 IAN 读甲明的，差不多听讲是8到10岁，至少7、8、10岁以上才会读甲足明的 IAN 啊哩。愈来就拢愈简化嘛，对 IAN 变 IEN， 即摆拢变 EN 啊，来 N 啊，对无？啥？烟戏，就变烟戏变 N 戏安尼。IAN 是原底音，烟戏，就变 IEN 戏，就无法强啊，无法强烈，即马就变 EN 啊 N 戏安尼，所以这是烟德啦，烟德安尼，看你的腔口是啥看你的重点是啥啦，你要甲烟即个当做一个重要的动作的时阵，爱着烟德，你若甲伊当做一般的啥，什么？推倒高墙吼，大概类似迄个概念，就引导安尼。所以看咧，因为我就讲，军情先生伫处理即个小说的时阵，伊敢若嘛无逐个所在，至少我个人感觉，这敢若爱轻读咧，伊嘛无一定有去处理迄个啥轻读符，就是两个秩序即个符号，毋过有诶阁有，所以目前为止，除了理工局基金会因诶迄个。台湾通讯网报真正足要义，即种该轻读就飘轻读符，免轻读就免有轻读符，即个真要义，即种我看起嘛真正确。其他无啥物刊物，也是文本会足要义即种轻读无轻读的符所以这变成起码教授讲吼，就加读歌。我想靠边，我来读个内底无物件，我想要起头读袂出来啊。我毋知恁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小了嘛来啊，所以可能安尼我看迄个啥，
继续读落去吼。3年我咧读过，伊后壁这真正拢是应该拢是册的内容啦。啊，尔话这真正无讲介好读。来，3年我咧读安心自在。新的调调起兴，部分原因是历史知识的练习，甲历史意识的成长。这伫19世纪前罕得有历史的循环动态，通理解啊。上无表明的是安尼，这动态既然会当理解，就会当超解。不过主要的基底原因是自20世纪的起头，人类平等技术人类平等技术已经有可能啊，有影人的天生在地也是无平等，社会爱分工，嘛必须一寡人比别人较占名，毋过阶级的区别甲财富也的大妈可能，我咧又应该是用差大马吧，迄个差大马啊，所以可能伊甲差大马即个词，伊甲伊换一种讲法嘛。差大马即字是差是动词嘛，真差足济嘛，天差咧地，一顿差九笑嘛，差大马对无？大马可能就是甲伊当做一个名词嘛，啊，伫遮名词、形容词即个真差包，我的理解是安尼啦，罔参考。大马差异拢无真正需要啊。伫较早年代，阶级区别若不可别，嘛值得伫。这有长，我等下读几段就爱介绍吼。无平等是文明的代价。好，读到遮。我有疑问，这敢有中文翻译吗？可能嘛无济，可能翻做中文的人嘛足惊，我这边。我会记得这本小说中文版敢有几落个版本吧，还是我记唔对？因为1949年就出版啦，迄个啥，台湾遮的中文版，我会记 Wikipedia 顶悬敢若有讲有几落个版本啦。啊，伫中国因听讲因这本小说是正做因内部控制，还是限制，还是有限的读本，就等于是讲，就讲现主是读的即搭遮，迄是迄本 Emmanuel Goldstein 所写的册，要互因的党内形成共识，就讲咱的党就是安怎呢？啊，所以因迄种伫咧控制人民思想的遐，就是拢爱有遮的物件，正做安怎讲教材嘛。啊，讲一个较无输赢，因遐也无啥物高人啊，就敢若即两天伫对顶悬看着讲，因遐拢派过一寡阿萨布鲁的，歹势因就敢若阿萨布鲁通我派啊，无你要叫因派，啥就无人啊。所以这我是毋捌看过中文版，我毋知啦。啊，因为即个遮尔久啊，我毋相信无中文版，迄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凊彩翻、黑白翻嘛拢翻会出来啊。各位朋友，你若捌去看过，有一寡翻做中文版的。可能你会看甲会吐血吧。我毋是讲即个小说，我讲有诶一寡红翻的过，红翻你做中文的迄，较早你学读册的时阵嘛是啊，迄拢是原底拢是外国知识嘛，啥物物理化学啦，啊啥物，反正迄拢是原底就毋是原底中国知识，啊嘛毋是台湾家己生产出来知识，拢是遐个西方的科学的嘛，自然科学遐个知识嘛，啊原底当然嘛英文嘛，啊家翻做中文嘛，我就讲啊。较后壁迄逐个字、逐个词，我拢看有感觉斗到，真正看无咧写啥笑。有袂少即种中文的翻译册啊，所以若是这有一个方法，有一个好的刺激，就是刺激大家加读一寡原文安尼，无就莫读安尼。
我毋知小罗你有对着无？拄则3年前读到244啊，顶悬第一逝即大只，因为即段真正比拄则顶悬迄段更较长。哦，啊，你安心自在啦。伊读到嘛读得直，啊无评定是文明的大家，敢若袂读的款。伊即段不了长，到几啊，244啊几啊，啊你安心自在，看要读济读少，你家己拍算。无评定是文明的大家。开始嘿对，真好。不过，单，这是 TAN 是单，伊嘛现主时，家己的生产力发展起来，状况就改变啊。就主要是需要种人去做各种无共款的工课，也已经无需要，互因活伫无共的社会，也真经济顶级，所以当要落着款，当要你要歹为当要落着款的新一段来看，因的面顶不再是一个爱去奋斗、追求的理想，反倒是一项爱相拼的危险代志。伫较古早的年代，正义甲和平的社会迈伫袂实现。要相信即个目标真简单，全人类要相亲相爱，共同生活，伫免法律嘛法律嘛无可疑的民间行动。即款的想象，几千年来拢伫人类的头壳内圆甜纠缠的款吧，我咧摇，若阵我翻做中文，圆甜是纠缠，偏音伊是偏音，圆甜，嘿圆甜，安尼叫圆，安叫偏音，嘿安叫偏音。实际，迄是实际，足歹料，即足侪迄种，你平常时口语拢袂讲的，所以我硬。我去。是个为每一摆历史变紧得力的群体，嘛相当程度保有即个观点。法国、英国、甲美国各面的记仇者，拢加减信用因所讲的因的权利、言论自由，法律头前众人平等遮的观念。甚至用稳，即个是稳，用稳遮的观念，加减影响因的心。惊放，而且可能要用惊放的款，伊可能是要表达 behavior。加减影响因的惊放。毋过到世纪，这是世纪 ，century 是世纪。世纪的第四个10年，1940年啊，第四个10年。20世纪。所有的主要政治资料拢是违反的。家庭中，灯动安怎混的概念？正灯动人间天动，有可能实现的事。这个理想煞对名应该是对名声吧？对路啊，对路。对名声，每一个新的政治理论，不管如何自清，拢行转去。这是行转去安怎？行转去
该斩济，该斩济。该单者甲严明组织，伫1930年迄骹头，1930年迄骹头，光景全面变硬度。硬斗，这是硬斗，真正是咱这边潇洒讲足硬斗的，足硬斗。全面变硬斗，一寡原底打着废除，甚至废除已经几若百年的做法，又搁普遍恢复啊，无审判就怪人，甲剑湖，甲政府强做努力，公开处决，零口出公。出宫考经嘛，出经考经经利用临境，甲规大镇来人口，甲规大镇人口流放。若安尼，连遐自然开化进步的人，嘛接受即款代志，甚至甲辩护就输啊你。第四个10年是第四10年嘛？对啊，第四个10年啊，20世纪的，就是1940年啊。哦，这是我一直嘿啊，就是我咧摇应该是decade 吧，decade 是10年嘛，啊，所以伊就讲啊 ，but by the fourth decade 啊，FOURTH 嘛，第4嘛 ，DEC 的 DE 啊，就是10年啊，因伫英语内底就是 DEC 的 DE 是10年，啊 century 是100年嘛，因无50年一个称呼，数字伫日语内底敢若是伊的款，伊是敢若是50难啊，叫迄个50即个数字写出来，咱看到汉字写50的时阵，伫日语内底敢若伊一个卡那尔啊，所以反正伫即个英文版即搭遮是伊的原文就是写讲but by the fourth decade of the 20th century 啊。所以就翻译做，毋过到20世纪的第四个10年安尼，所以真正真歹念安尼，吼，不良硬斗。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你这拢是迄本册内容啦，啊，我就讲我无去查迄本册，啊，我嘛毋知，因为我咧猜想即种啥物猫咪主义的理论，甲实践还是实行，这应该，尤其伊讲的嘛，伫20世纪的时阵，可能拍倒加满是嘛，啊，只是无偌久以后，就互咱人类的实际的社会，甲伊推翻嘛。讲迄落啥物有空无损，还是讲咧汉古的代志，透人拢袂自私自利的，无可能的代志嘛。啊，毋过，所以因迄个共产主义打发点啊，头前10年、20年，就是靠理想去达成因的目标嘛。所以林孔嘛捌讲过，啊，个牛溪草叶上有一寡因早期吼，尤其是即摆这20世纪讲的嘛，1930年代、1940年代迄骹头迄搭遐，听到遐个理论，看到遐个理论，就讲嘛。你毋相信是还是无良心嘛？讲啊遮尔好，讲啊遮尔怎，你阁毋相信？你是有良心嘛？无良心嘛？啊，毋过就讲嘛，啊，20岁进前毋相信的是无良心嘛，因为相对较少年拢有一寡理想性，有一寡真好的想法，或者是还袂去互社会铁困，吼，摔过木过，所以就是有足侪理想性的。啊，毋过超过20岁，你阁咧相信，你就是无头壳啊！现主是咱的台湾，就是有一寡人，毋知啥物原因，毋知是去有啥物整掉，还是去有啥物踢掉的，还是啥，就拢会一寡莫名其妙的迄个想法讲法走出来啊。所以为什么美国对清帝国摕到金主赔款票，然后倒手摕到钱，就正手
关转去中国，互因升入清华大学啊。啊，当然尾啊 ，ROC 这个组织按中国拍输走赢来到台湾的时阵，美国原来嘛甲这条钱交互 ROC 的政府伫新竹成立清华大学啊。我无确定中国迄边的清华大学敢嘛原来有美国的赞助，这我毋知影。反正有当阵啊，咱回头去看的时阵，会感觉莫名其妙。啊，毋过真足想看了，这嘛真歹讲哩。啊，所以即大家就是讲，教育的部分，确实影是影响人类不哩啊大嘛。美国人就发觉着讲，清帝国的安尼是因为人民受教育的迄个数量程度拢无够，拢伤浅，拢伤少，所以因感觉教育是足重要的嘛。也毋过咱会知影，白色恐怖的时代是读册犯罪啦，读册犯罪啦，一直到1990年代吧，还有迄个啥独台暗号，只不过是甲署名老前辈所写的什物台湾人400年史摕来读尔嘛犯着刑法的什物2条1条，对吧？1987年改验啊吼，迄个法律还佫在，虽然讲改验啊，啊毋过法律原在时阵，法官你着在照法律判案嘛。啊，所以一直到1990年代，我袂记9几年，91啊几年，才甲迄个2条1唯一的死刑这条改废除啊。啊，所以伫刑法内底，就有一个迄什物言论自由嘛。啊，而且佫有足侪是唯一的死刑嘛。所以因迄阵就是好啥，废除刑法100条啊。因为刑法第100条就是咧讲思想罪啊。啊，因的中华民国政府嘛足拗古的嘛，竟然3个人自集做伙读册，就会使甲政府变到倒，对无？迄个叫演的嘛，莫名其妙，迄是啥物拗古？迄是啥物拗古政府、拗古国家？哪会3个人读册就会使甲政府演到倒的？莫名其妙啊！所以我就讲，伫看即个1984即个小说嘛是，对照咱台湾遮的过去历史，我就讲有迄种不哩啊强烈的迄个啥既视感吼。可我毋知咱台你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上你拄仔讲即段中文来看嘛是，才会到，感觉有困难。对啊，种会到，到底是啥？伊就是想要讲，不平等是文明的代志。对啊。这我以前吼读册会哦，其实就翻做中文啦吼，毋过因拢自英文翻，嘛是落长，就是愈是注意，有影会叫读册会，就是大家拢看无，大家拢讲这是啥物意思，就黑白讲黑白安怎，毋过其实迄个理论嘛足简单，伊若无写呢落长啊。嘛免读册会啊，大家转去厝看看就会晓，所以因若变做真做注意嘛是必要，甲伊用较复杂的。主要是这物件拢毋是台湾产生的嘛，含咱的生活经验，或者是咱受教育迄个内容，佫有足大的偏差嘛。尤其白色恐怖时代，迄等于是伫 ROC 这个政府体制之下。所编出来遐个教材、遐个内容，咱大部分人，包括我嘛是嘛，敢会使讲啊读尔，对无？你为着要考试考较侪分，你嘛硬背嘛甲背起来嘛，毋是像像1984这个小说内底迄个周丽啊，足背骨的安尼，对无？表面上教则，要毋过实际上伊就想要追求一寡自由的空气嘛，毋才会去做遐个代志安尼。啊，所以我就讲，为什么我嘛会推荐？台湾碧合这个戏出来对照这1984的小说嘛是这个原因嘛。台湾碧合内底这个戏出内底嘛是有一寡，因咧追求理想想法的时阵，准讲有性命危险，安怎，伊嘛是就冲啊，嘛是冲啊。所以我就讲，对咱来讲就是会使加看一寡过去咱同禁止知影这个代志嘛。尤其我就讲嘛，用台语文咱来。交流分享安尼啊，好，毋知台顶个边个有啥物想法看法啊？咱会使来压尾啊。就是虽讲，读的历史无共，我感觉袂平
不平等一件代志是程度上的，大家拢感受到。有所争差嘛，有的人可能较有背景，啊，毋过伊若有知觉到，伊可能就较无共的想法。所以，过去这2年你读迄个台湾通信的时阵，1990年代就是因为戒严以后，啊，规个社会就透开，还是放开，还是迄咩讲开放，啊，就足侪想法拢走出来。所以，各朋友你有机会你去看的时阵，你就会发觉到1990年代真正足侪迄种什么。除了民主运动以外，环境的教育、环境正义的追求，啊，甚至迄个时阵，阁有一寡合做原住民的少女去用城怪骗到市内去做迄个啥，无人道的一寡行业行为嘛，啊，所以伫1990年代，台湾发生过足侪迄种安怎讲？对未来的生活当然嘛有影响嘛，根本一个原住民走族哟，汤英生嘛，啊，看到几落条即种类似的案件啊，所以迄个时阵，中国国民党伊原来嘛阁足大伫咧处理。1987年戒严，1989年中国发生天安门事件，台湾其实。有去甲因声援，抑毋过到1990年，台湾发生野百合运动，我就讲嘛，自1989年以后，台湾含中国就真正完全行无共的方向啦，真正完全无共的方向。啊，当然历史无迄种假设安怎嘛，对无？历史是一个巧合的过程嘛，啊，只是有当阵啊，回头去想的时阵。真歹疗伤到底是如何安尼啊？好，安尼，咱台顶的朋友，咱就再来压尾啊！时间嘛差过，咱来小出路。好，安尼，是毋是准的？先帮咱开头哦啊！准的读完6032，啊，我毋知 Erica 有看到无吼？啊，我才读个叫嘛小人，有 Erica， 你较好读。中文的较毋知，伊应该嘛有小出路。好来，小出路，准时先帮咱读，还是听有啥分享交流，请讲。小出路，也是受好成长，与我之间千万的变数，通使咱小出路，因为是偌侪斗。因为是偌侪斗阵大家，我好为假使，才来互即阵即位的一切存在相当。无好，头我讲伊个真正是，至少互我的语速语吼一个真差。好啦，咱就好好欣赏一下，来，由另外你读一个，感谢。小出路，要是小出路，对，小出路180页，小出路。好啦，开始改啦。小出路，若是想好真少，你我之间有千万的变数，通使咱小出路。缘分是偌济斗阵大甲拄好的假设，才来互即阵。即位的一切存在相当，做咩一句读到过分？再来好，即阵即位的一切存在相当。你讲就奇怪吼，来啦，我理解是安尼啊 ，this time this place 啦，那总共用英语来理解是安尼啊。好，我想讲，好，再来好。再来吼，即阵即位的一切存在相当。你去有即位的时阵，可能会想讲，您哪位啊？您哪位？嘿啊，现在即阵即位，还是要讲过一位，即个所在啦。
对啊，this time this place，你就清楚啊，嘿啊。对，this time this place，想讲是啥物人？您哪位？好啦，有一出电影，英语的电影吧，啊，迄内底敢若就是我袂记诶，伊中文敢若是翻译做类似您哪位即个概念，我无啥会记起，因为迄内底迄个电影的故事，敢是一个查某囡仔，伊咧找伊的真爱，啊，然后敢拢会问对方啥物问题，啥，啊，然后我袂记迄句啥，反正我印象就是会有迄讲您哪位。您哪位？啊，所以即大家就是用英语来解释，就是 this place this time 安尼啦。好，来，迄个Sunny 话你，哦，啊，咱等下艾瑞卡。艾瑞卡接读好。好，小出路若是想好，想好真少，你我之间有千万的变数，通使咱小出路。缘分是偌济斗阵打甲拄啊好的计算，才来互即位的一切存在相当。好，稍等啦，你看你看迄个罗马字的，就是，那我若看纯粹敢看罗马字，我嘛读袂出来迄个声字安尼。好，来，艾瑞卡，互你先读，还是我要先读？小了阿伟读。小出路若是想好真少，你我之间有千万个变数，通使咱小出路。缘分是偌济斗顶打甲拄啊好的计算，才来互即位的一切存在相当。好，感谢。相当啊！相当。头前是小出路啊，对吧？第一段后尾是小出路嘛，啊，这就是绑做伙啊，做小长安尼啊。哦，小灯，我的脑袋想到的是把东西烧断掉了。这嘛是一个算讲共音字的一个迄个啥，算，佫毋是敢若海音尔，已经算共音字啊，对无？小就是小灯，你该练太脑啊，对不对？把你的那个智慧的脑筋给烧断。烧甲断去安尼啊，烧甲断去啊，共音字哦，这共音字哦，吼。来，我先。我选择讲是小灯去啊，才会小出路，就是已经灯去啊，所以才会小出路。感谢 Harry。所以就是讲，你若纯粹敢若看罗马字的时阵，因为你读甲内底嘛是常在有台语字音嘛，啊，你的汉字若无遐尼多的时阵，你较像你看了小灯就怪怪，对无啊？伊佫讲着小出路，啊就小出路就是无都拄着，可能迄个联系就断去啊，所以感觉小长敢若共款啦，啊，所以这就是对我来讲，我就是嘛会偷看汉字安尼。好，来我先读个了，再换小了读，咱再来讨论看卖啊。来，小出路，若是想好斟酌，你我之间有千万个变数，通使咱小出路。缘分是偌济斗定大家拄啊好的计算，才来互即位的一切存在相当，吼，就是卡喊嘛。啊，结果，迄个像Jimmy 有一个绘本，然后拍做电影嘛。香港人甲迄是任贤齐啊啥，伊就敢若是啥物，向左走向右走哟，敢若是吧？啊，所以迄个是。迄就是真明显的做小出路嘛，敢若是安尼嘛吼。好，来小人话你读。小出路若是想好真足，你我之间有千万个变数，通使咱小出路。缘分是偌济斗顶打甲拄啊好的计算，才来互即位的一切存在相当。
哦，咱就使开始讨论是汤我就讲，即个汤素咱小出，我真正感觉，若是我啦，我可能会写，互咱小出路啦。因为即个概念就是大概是，我的感觉可是 LET let 迄个概念啦，对无？那以我无讲介好英语能力，就是讲 to let us missed 嘛，就是无就碰做伙啊。按过就是伊都真歹。应该莫用迄个使用的词，伊就直接讲，就是互咱小出路就好啊。对啊，你就用互咱小出路嘛，嘿啊，啊，就种。一寡字感觉是伤文字啊，伤太济啊，赘字。我真正就是怀疑讲，敢会是伊先有中文的概念，甚至文句了后，伊才去甲伊改，还是翻译做台文。我感觉是因为伊遮的中文写甲真水，真有咯，对，所以敢若是为中文安尼翻译过来，就是伤好真少用即遮嘛，感觉怪怪。就是伤好真少，敢是妈妈你甲伊讲你伤好真少哦，啊，毋是细思极恐安尼。当然，真少即个词，伫即搭遮我是较无遐大的疑问，啊，结果是讲，改变迄个顺序嘛，吼，若是想要斟酌，啊，你可能讲啊斟酌想，对无？斟酌甲想，对无？嘿啊，也是讲莫用斟酌讲，想来，嘿啊，想好详细，对无？想好详细，吼，大概若是我可能就是有即几种表达法嘛。啊，对伊来讲，凡是伊嘛变100练汤，你知哦？我就讲遮所有作品，我大概会猜想讲，伊也毋是一届就甲完成啦。反正有啦，可能有几句啊，有几首啊，伊感觉一写出来就是安尼，伊无才着改得搁较水，安尼可能即100首有1首2首可能是安尼，毋过咧猜想，应该即100首内底可能大部分拢经过卖几届修改，爱最后决定是生做安尼，我咧猜想。啊，随便讲。千万的变数，感觉读字嘛较好读。哦，你讲用读字哦。较有味啊。因为伊就是咧表达讲，遮个变数只要一个成立，就小出路去啊。啊，竟然遮尔侪变数，煞伊即首的最后结果会使相同，对无？啊，所以我就讲，读咧，我就想到，迄个居民迄个绘本嘛，对无？向左走，向右走安尼，啊，佮家翕做电影嘛，对无？一个香港的女艺人甲。迄个是新加坡哟。我袂记像啊，反正我会记就是什么梁咏琪啊，佮像演的迄哦，我袂记啥物，即久我嘛。伊这用即位真正是你哪位？我就讲伊真正是，伊真正是。你是倒位？你是倒位来？对啊。啊，实际上是，伊就讲，这是。This time, this place 啦。你看，我讲我爱写了，就是你看。哦，小通啊你吼。您哪位？您哪位？你哦，所以这当然因为我无搁看到出版商遐，还是迄个总编辑有搁更新讲第几刷，因为敢若顶个只当时就是第7刷嘛，吼啊。阮就教授访问的时阵嘛，有讲出来一个数字嘛，啊，遐个数字其实无算细哦，尤其以台文册来讲，因为小王子是敢若讲18000啦，18000千几本，啊，即马即个立会显示，上无目前听到是25000嘛，啊，这25000遮侪本，敢就真正有遮侪人看过，就无一定啦，有可能较侪嘛，有可能较少啦。因为可能有的人是买来送人嘛，无的确，对无？伊家己就要买2本、3本以上啊，伊就会使算一个人。毋过嘛是有的人可能买了，放伫厝里，搞袂起嘛，甚至连迄个
迄个毛啊还袂忝啊，无得卡，我毋知影啊，所以。毋过卖出去，迄是数字是固定的嘛，确定的事实嘛。啊，有偌侪人看过，不管济啊少，总是有相当的数量嘛，大概1-2万走袂去啦。啊，这1-2万，目前伫 Thread 顶悬是伫一寡社群媒体顶悬看到的正面肯定我嘛较侪啦。我会感觉中文讲的啦，瑕不掩瑜啦，我是安尼想啦。啊，所以若准讲会使互较侪人。来接触台语，甚至愿意甲伊自细汉就捌听到过的台语讲倒转来，无论啥物，我就讲，敢若即点就功德无量啊啦，就功德无量啊。啊，当然就讲嘛，毋免真熬才开始啊，爱先开始才会变熬啊。你若无开始，永远就伫遐啊，我都好想学，可是都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学。啊，是我学他干嘛？跟谁讲都没人跟我讲啊！我感觉，就讲你有当时你嘛接触一寡，别人会甲你屁想，学那个什么东西啊？那干嘛？那浪费生命、浪费钱，那么多。不过你想要做的迄个瞬间，甲你直接去做迄个瞬间，你若感觉足欢喜、足爽、足乐畅的，安尼就无价啊！你知哦？你开过侪是嘛无着买着的物件，还是感受，我为啥要去做？就敢若有人咧讲，啊，每天花个300-500块，我毋知就啥物去耍迄个啥物爱氪金的一寡游戏嘛，就故以前啥物名册诶，啥物开心农场，吼啊2016，是2016，就迄个 Pokemon， 吼啊，反正是其实有一寡人伊会去耍即种线顶的游戏，啊伊开的钱可能一个月300-500，有一个讲法就是。啊，这300-500甲开落去，我真正足痛足爽的啊！你讲去食物件、去看电影，无毋对，去食迄个瞬间嘛足爽。咱要转来，你感觉哦，爱搁减肥啊，那嘛是一个麻烦。哦，你讲去看电影，腹伫遐，酒伫遐，对啦，看到一寡爽片嘛，真正足爽的啦。啊，毋过有个人就比甲讲，啊，我安尼300-500箍，讲济无济，就是差不多一出电影，还是一顿车操的。啊，毋过我算咧规个日啦。安尼颠倒迄个做啥物 CP 值颠倒较悬啊？安尼嘛是袂使嘛，真好啊，敢毋是？啊，即马你讲着火闪起如何拄如何，就讲我目前所看到的是不哩啊济是相对较正面的肯定的，我感觉即点就真好啊。所以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至少啦吼，就讲咱感觉研究所在吼，就是咱会使去。不管是模仿改写，或者是转互你有一寡含伊共款无共款的你家己的想法，啊，你家己的想法就是成做你的作品的一个基础啊。我是安尼想。好，安尼毋知准的会使甲咱压尾无？还是有啥物其他想法看法？其他的朋友嘛会使。分享参考啦。真水，对啊。啊，咱有当咧读的时阵，甲嘛袂歹啦，吼，袂歹。少少伊的意境吼，真赞。愈读吼就愈难用。我嘛毋是毋知影要安怎讲吼，昨我去听一个苦学期咧讲台语啦，啊，这苦学期7-80个了。你讲课文是课档的哦？有啊。哦 ，OK， 真好。应该有80啊嘛。对。讲伊30几年出的啊。是啊，嘿，对。有啊，应该是80嘛。对。但是你迄讲，我就感觉讲，我敢若外国人，你讲的台语，我就毋知影。用的词吼，一寡我听无是讲，都捌听过，吼。啊，但是迄是足顺的台语啦。啊，咱平常时讲吼，啊，伊会变调，迄讲的迄语气吼，足水。
我讲我已经可能我是较早阮细汉时阵咧，阿嬷咧讲咧传递诶代志，所以咱来个有较差。是啊，就是万底深坑啊，我就讲嘛，知愈多才知影，毋知还佫较侪啊。所以，一直到当我也是有听过一寡人会用即句句型伫咧讲，我拢毋捌听到过呢。我就感觉，你毋捌听到过，算拄啊好尔，敢毋是？因为讲一个较无输赢诶啦，不管讲出来即句话诶人伊诶岁数有几岁啦，就总讲区分式、区档诶。伊大概我毋知顶届讲即句讲，我毋捌听到过即句话，伊顶届讲即句话是当时我毋知影。要毋过以我所理解所知诶时阵，遮诶人已经袂直接讲出来即句话啊。颠倒是一寡我想要甲台语学倒转来遮诶人，遮诶人我捌看到过诶，50、60岁也有啦，60几岁有无？反正我要讲是讲，大大细细拢有啦，少年仔、中年诶、中老年诶，遮拢有。伊可能嘛是无意无意吧，也是半条讲我毋知，我嘛听过安尼讲呢，因为太侪物件是咱诶台语有足侪种讲法诶嘛。你伫恁迄个庄头，你伫恁迄个所在，互你住得佫较久，你所听到嘛，敢若恁迄所在诶讲法尔。过一条溪，凡是讲法就甲恁无相款啦，甚至单头单尾，讲宽无宽，讲大无大，无嘛至少300-400公里嘛。规人含恒春因讲诶，敢着一模一样，迄是无可能诶代志嘛。就敢若中国话，这也是一模一样啊。我就讲嘛，规人国小3年仔诶小学生讲出来中国话，你敢听无？恒春国小3年仔诶小学生讲出来中国话，你敢听无？你无可能听无诶啊。叫规人国小迄个3年仔学生阿明啊，甲恒春国小3年仔学生迄个阿华，你叫因两个来对谈，因有可能讲袂通，因敢有可能讲即个讲会听无？无可能诶代志嘛。毋过若总讲鹿港遐咧，若总讲宜兰诶咧，当然遮就是现主是7、80岁，甚至8、90岁以上诶遐鹿港诶乡亲时代，含宜兰遐诶乡亲时代，因两个对谈，可能迄真正用海角7号迄个电影幕背啊所讲诶，迄若听我遮梳理，迄8、90岁鹿港诶时代人，甲宜兰地区诶8、90岁时代人，迄两个腔口差甲遐尼济着，迄若毋是讲咱过去即7、80年来，因为都市化，因为交通诶方便，开始南参开始交流了，腔口开始南参。抑毋过现主是8、90岁以上遐个时代人，因着真罕咧行出因诶庄仔外去啊，拢伫因迄所在，伫因田庄生活，我若依是因诶腔口嘛，依是因诶腔口诶时阵，鹿港腔甲宜兰腔是要安怎交通啊？莫讲天差咧地貌相当诶真差啊！所以我就讲嘛，换一个认真来讲，因上爱讲方言，一方之言，就是即个所在恁讲诶话拢听有。安尼咱是毋是会当来定义？中国话伫台湾就是方言嘛，对无？若要照因咧讲方言诶定义是啥？安尼中国话伫台湾是毋是方言？因为我就讲嘛，规人国小3年仔诶学生含恒春国小，这两个300-400公里，因讲出来中国话是共款嘛。直计是囡仔臭奶呆，迄个腔会小可臭奶呆尔，无伊讲诶内容，敢有可能听无？不管咱是咧台中、苗栗、嘉义、彰化、台南，你去听即两个小朋友伫讲时，敢有可能听无？一定听有诶嘛。若敢若拢听有，中国诶伫台湾就是方言啦。台语才是一个正式正港诶语言啦。因为差甲尼远，莫讲差偌远啦，可能着淡水含新店迄讲诶台语，当然即摆咱50-60岁以下诶人，拢无啥真差啦。我讲是讲8、90岁以上遮诶，都是有。清差，腔甲字，甚至习惯，对无？就像阵地老师甲咱分享的啊，听区长咧讲的时阵，袂输我袂输变成外国人，伊讲拢听无迄个生活习惯，无迄个生活经验，伊的头前半世人拢毋是咱有才调3捌的代志啊。
伊讲出遮尔自然。即摆我咧听一寡30、40岁以下诶人讲台语啊，有不哩啊济因啊，讲无遐济时阵，或者是伊搁伫拍拼学诶时阵，伊咧讲诶台语就足出力诶，啊两字安尼，迄个我咧听时我讲哦，安尼伊可能安尼开讲线吼，转去可能搁会使推咧三碗公诶饭，讲袂足出力诶，就安尼讲很耗费能量吼，有诶人嘛感觉写到是足费能量诶安尼。所以这咱就是继续努力拍拼。好，毋知咱台顶诶朋友，阁有啥物想法看好无？安尼准着老师要甲咱压尾啊。小出路是全无安全诶路，毋知好行对路，小闪心诶顶，小出路诶人，各倒各路，无需要真忙苦，源头顾看。好，感谢郑丽老师甲咱分享。所以我就讲，大概应该嘛，有1、20届啊吧，对哦。郑丽老师有一寡想法看，就伫遮做啥？中文还是日语讲吼，初登场吼，可能也毋捌伫别位发表过，伫遮头届发表之类，就讲咱每一个拢会使安尼试，就讲你有一寡事，有一寡想法看法。啊，甚至我就讲嘛，模仿日本的迄种俳句嘛，因为迄俳句嘛，刚好写几字，15字吼。就我会记诶，我印象中我会记诶，就是敢若7字、5字、3字，还是5字、7字、3字这种结构嘛。啊，你伫你日常生活当中，你看到一寡字词，还是看到一寡现象，你就用这种句型句法，对吧？7字、5字、3字这种，啊，无一定要照应。咱也毋是日本人啊，你嘛毋是真正咧写俳句啊，对无？7字5字，敢袂使8字4字2字，还是8字6字5字？凊彩啊，在你欢喜啊！啊，所以我感觉即种方式拢会使来安怎讲，来练习，还是来，互家己激头壳诶机会啦。吼，准日伫确实有答吼，所以伊敢若有一个算网页网站，反正就是。会有一寡伊诶作品，啊，大家就互相欣赏吼。过去顶世纪吼是讲啥互相闹开求进步，我就讲咱即世纪应该是爱该进一步讲做啥，互相鼓励求进步安尼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主要咧读的即个1980就暂时先读到遮。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，啊嘛感谢台下的朋友听我咧顶悬网读网分享网交流。咱今日读到遮，感谢，谢谢，拜拜，再会。啊，确认迄个俊丽老师提供迄个链接，建议各位朋友会使甲 copy 去别位，欣赏一下即个俊丽老师所提供的一寡资源、资讯，甚至伊的作品安尼。好，咱今日读到遮咯，感谢，谢谢，拜拜，再会。感谢各位，再会。感谢大家，再会。